又到了摸魚捉蟹嘅季節，後台有份啲喊小兒測測嗰種下水半身褲，佢講嗰條嘢只賣50幾蚊，質量到底得唔得？喊我買回來測測。來，我哋先睇視頻。来，大家好啊！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下我身上穿的这款下水裤，给大家做的是一个加包的一个设计，肩罩给大家采用的是一个尼龙的风毛卡扣啊，穿脱非常自如。前面给大家设了一个防泼水、防溅水的拉链大口袋，口袋的容量非常足的啊。然后前面给大家加了一个什么双层的护膝啊，结实抗荡耐磨。鞋底给大家做的是一个牛筋大底啊，小颗粒大波浪，结实抗荡耐磨，防滑。内里给大家采用的是一个针织不裂，吸汗排湿，夏天也是非常合適的。視頻同款我半身落水褲，我就買回來啦，使咗我55蚊9個3，價錢確實冇計。我記得以前我買嗰種水褲回來着兒個，都係要8、90蚊個，而家50幾蚊就買得到了。佢個質量到底得唔得啊？而家我哋打開睇睇。你睇下，優質落水褲，安全堅烈啊！哎呦，本起身重揼揼到，而家我哋打睇睇，嗰啲有國係應該係攞嚟補水褲嘅，爛料攞嚟補嘅，仲總之膠水啊，攞嚟補水褲嘅。哎呦，嗱你睇下，望見到阿嫲好厚喎條嘢，哎呦，嗱你嗰對鞋望見質量又可以嗱，嗰啲又係防滑嘅。我買嗰條係40碼㗎啦。睇睇呢頭，嗰啲係你扣到㗎，啊你睇下，望見到阿嫲好厚實仔，質量都冇錯喎，嗰啲質量啊。好講咁多，而家我哋直接上身出嚟測嘅。而家呢我就穿好啦，嗱你睇下上身效果，啊都可以，啊穿起身運動又都好靈活。佢嗰啲帶呢係可以調節個，啊。嗰隻呢係一隻扣嚟㗎嗱，直接一扣上去就得咯。嗰啲呢仲有一隻衫袋啊，可以放嘢㗎嗱，一拉電回來就得咯。飯力結束，飼料機分分鐘沙錘啊！真的嗎？兩年兩斤。而家我就落水。你以為你是過山峰嗎？今天我就打你幾拳。我來試試嗰條水褲漏唔漏水呢？哦哟，幾多米啊？嗰種建連啲米啊！Boom, para, boom, para, boom, para, boom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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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pa, boom, pa, rock. 冇感覺到裏頭有水入啊，都係滾滾㗎。啱啱我將魚塘嘅水太淺了，而家我嚟試試嗰啲深水。仲落得10公分咁淺啊！而家浸到啲落，嗱就係浸得到啲啦，再浸等人水落去咯喎。得，我哋上去揭嗰條水褲出嚟睇睇，睇睇裏頭入水冇？啱我落個應該有1.3 米水啊，就係講冇浸過條水褲都可以。嗱，嗰啲褲都係膠個嗱，冇有水。腳又冇水，我哋翻裏頭出嚟睇啊！嗱，裏頭都係膠膠個，啊，嗰啲防水都可以啊，根本冇入水。嗱，你睇，而家我哋測試下嗰隻鞋底夠唔夠硬朗？大家都知水裏頭乜嘢都有個，冇例如玻璃啊、蠟啊乜嘢都有。而家我哋試試嗱，嗰啲玻璃，嗱踩落去，嗱冇揀啲。旁邊都有蠟，嗱你睇嗰啲蠟少近啊，哦全部係蠟，我哋踩上去，直接甩落去。嗱睇下，冇揀條喎，嗰條水褲呢我就出嚟啦，效果你哋都睇到啦。啱我落水落到咁深啊，解出嚟睇，佢裏頭都係冇入水過，防水效果確實係可以啊。嗰啲鞋個質量又都可以嗱，咁厚又係防滑個。嗰隻甩頭啲又做了假後個，啊大家都識，嗰隻甩頭啲係最容易爛個，但係講佢做了2層假後個，所以講又特別耐磨，啊你睇下，而咁呢天熱咯，毒蛇一晚黑又中意走出嚟耍，所以講我哋摸魚捉蟹嘅時候呢，穿到嗰條嘢又係特別安全個，落水嗰時候啊，一般嗰啲咁深嘅水啊，你落去呢又冇使搞濕身，又冇搞邋遢衣服啊，靚貨值得推薦，你哋有需要喎可以放心入手。